镜头所等的台湾来看第11届南投世界第一博览会，将圆满结束了，创造几项的纪录，包括这个总游客人数达到70万人，总营业额嘛来到7亿2000万，比去年是加真多哦，嘛为南投县的第三业创下高峰。讲石湾马厝边就隔壁南投世界第一个博览会，人有够多。今年这个世界茶博览会真的比去年呢更进步更亮丽，收入也更多，人才更多这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一个这个活动。进入第11年的南投世界第一博览会，总游客人次差不多有70万，总营业额有1亿2000万，甲去年业绩比较起来，成长真济，嘛创下11年来上界好的成绩。尤其是乡亲用3倍券去买物件，也是现金消费超过500块，阁有汽车通溜。南投县种地面积是全国上大的。地朽的种类嘛真多元，南投县政府透过举办南投世界第一博览会，创造商机，增加地农的收入，嘛希望讲会使带动观光，提高台湾地米的知名度，在国际上更加有竞争力。